歡迎嚟到讀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2月19日ICC東網。為咗維護人民幣法定貨幣地位，防範整治拒收人民幣現金行為，同埋滿足社會大眾多元支付服務需求等等，中國人民銀行同國家發展改革委、國家金融監理總局星期五正式制定咗人民幣現金收付及服務規定，並且發布，將會喺明年2月1日起實施。官方媒體指，目前內地拒收現金有關投訴已經顯著減少，但係經營主體收現金意願下降，具有一定普遍性同埋趨勢性，拒收現金嘅行為難以杜絕。而今次規定進一步明確各類收費單位、經營主體以及銀行業金融機構嘅現金服務義務。根據規定，收費單位、經營主體應尊重公眾對合法支付方式嘅自主選擇權。除咗因為履行法律、法規、規章規定嘅義務或者法定職責而應使用非現金支付工具情形之外，不得拒收現金，不得要求或誘導他人拒收現金，不得對現金支付採取歧視性措施，損害現金支付便利。